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，咁啊好開心啦！今日有明州過嚟訪問我哋屋企啦。香港有個男人，豪車名宅保安，私人廚師，自稱係億聲金融公司老細嘅仔，瑞士博士，港澳政協委員，一班明星啊、高官啊、投資者排住隊俾錢去打你。咁啊，最近咧有一個新嘅飲食節目叫 CEO Kitchen 啦。CEO Kitchen 咧就係其實我日常生活嘅寫照嚟嘅。咁我每日啦請咗好多我哋嘅生意拍檔啦、藝員朋友啦嚟呢度食飯。咁亦都有好多大廚、廚神、食神都過嚟，周中師傅啊、馮家喬師傅啊等等，仲有好多好出名、好犀利嘅廚師同我一齊煮飯俾我嘅朋友食。個個都話呢個人靠得住，但係咧喺2021年農曆新年，有人上門去拜年嘅時候，門咧鎖咗，燈熄晒，人間蒸發，帶走晒嘅係幾億港幣，留低嘅係一班唔敢報警嘅體面人，因為佢哋驚俾人知，原來咁精明咁嘅明星都可以俾人呃到貼地嘅。結婚證放哪兒了？真的丟了。為什麼丟？就是領結婚證，就是沒有結婚啊。另外一個故事，海南有個男人相睇識咗另外一個女士，從認識到登記結婚唔到1個禮拜，俾咗22萬嘅禮金，仲有另外俾咗6、7萬嘅介紹費。結婚嘅第一日，女方咧直接消失拉黑，警方問佢：你點解要咁做啊？佢話將結婚證都抌咗垃圾桶啦，唔算真係結婚。咁22萬呢，使晒啦，分2萬。仲有形形色色嘅殺豬盤，溫柔體貼工程師，男友話帶你去賺錢，用明星嘅相片做頭像，最後人財兩失。其實以上嘅所有案件都係同一個原因，佢哋揀人只係睇表面包裝過嘅條件，從來都唔會過濾呢個人嘅本質。咁樣唔係你黑仔啊，係因為你太過單純，唔識得睇人，更加唔知道點樣去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子華，呢個頻道只係做一件事，用資治通鑑1362年嘅人性故事，拆解你嘅生意、職場同感情上面嘅核心困局，幫你提前睇穿人生劇本，少走啲人生彎路。而我今日想講嘅呢，係2000幾年前一個 CEO 點樣用人性嘅透視鏡去睇穿人嘅本質。佢叫魏文侯，大魏帝國嘅老細。嗰5個問題建立咗一套識人揀人嘅 SOP， 揀出一個令大魏強盛咗幾十年嘅丞相。咁如果揀丞相都可以用嘅話，投資者或者係殺豬盤嘅受害者提前知道呢套 SOP， 就應該唔會再瀨嘢啦。睇完今集你會學識3件事：第一，上位3觀，點樣從一個人有錢有權嘅時候睇得出佢係咪搭緊雞棚；第二，落難2觀，點樣可以從一個人窮到窿嗰陣睇到佢嘅人性嘅本質；第3招，實戰3招，點樣將5個問題用嚟揀合夥人、揀身邊嘅另一半，甚至過濾你身邊嘅豬朋狗友。戰國嘅時候呢，魏文侯呢係當時最有遠見嘅君主之一，佢面前呢有2個丞相嘅候選人，一個係魏成，第二個呢係翟王。2個人呢都跟咗好多年嘅，有功勞有能力，但丞相嘅位置呢只係得一個。魏文侯呢揾咗當時最犀利嘅 HR 顧問李克，大家注意啊，唔係李克勤啊，問佢點樣揀邊一個，李克呢冇即刻回答，反而佢問咗魏文侯5個問題，唔係問簡歷，唔係問能力，更加唔係問佢哋幾有錢。呢5個問題呢係分析一個人全方位嘅底色同本質嘅系統。李克嘅前3招呢係睇清一個人喺有權有勢嗰陣嘅行為。記住，睇人呢唔係睇佢過往做過啲咩，更加唔係睇表面。第一招，居視其所親，睇佢身邊嘅係乜嘢人。2000幾年嘅道理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黎偉業身邊嗰班明星全部都係互相介紹，相互擔保，大家只係睇到表面嘅風光，睇到明星嘅加持就信以為真。揀老公都係咁，你身邊嘅老公嗰班豬朋狗友係咪清一色嘅玩家？如果係嘅話，佢仲話俾你知佢係純情小生嘅話，你信佢一成，雙目失明。唔好淨係聽對方點介紹自己，要睇清楚佢身邊玩得最埋、認識最耐嘅幾個朋友係乜嘢人，絕對呃唔到人。第2招，富視其所與，
睇佢有錢嗰陣，錢係使喺邊嘅。黎偉業呢，裝修花幾千萬，出入豪車，頂級晚宴請客，但係冇人問過佢啲錢係點嚟嘅，因為大家都係睇排場，以為排場就係實力，但排場呢係最平嘅嘢，借翻嚟可以擺2日就得。豪車豪宅甚至老婆都係租嘅，何況請你食餐飯送個禮物，呢啲係最基本嘅表演。魏城呢就唔同嘅，佢呢將90%嘅人工呢拎咗嚟呢係養人才，只係留1成呢喺自己家族身上嘅使用。就係咁，佢識咗呢夏子、田子方、段干木3個國軍君主嘅老師，錢點使是格局。第3招呢，達是其所舉，即係佢有權有勢嘅時候，佢會提攜同埋認同邊啲人。提攜真正有能力嘅人啦，定係養一班擦鞋仔？黎偉業呢，身邊帶嘅全部都係明星，其實都係工具人。美其名呢都係老大生，但實際上呢個個都係食物鏈頂端嘅食物。翟王呢養嘅呢係自己嘅臣子，只係要你服從。魏城養嘅呢就係令自己可以超越嘅人才。你嘅合夥人係想你成長呢，定係想你聽話帶你入局呢？你嘅身邊人係想你進步啊，定係想你做隻聽話嘅扯線公仔？如果聽話嘅人只要反抗一次，結局一定係翻台。李克呢，最後2招係睇一個人落難嘅時候嘅原廠設置係點樣嘅。呢2招係最狠，亦都係最準嘅。睇人性嘅本質，人有錢有權嘅勢都可以包裝自己，但落難嘅時候，包裝紙呢全部甩晒，裝呢全部卸晒，你睇到嘅先至係真面目。所以睇人嘅一定係睇低谷。第4招呢，窮是其所不為，即係佢窮嘅時候有啲乜嘢係唔會做嘅。會唔會佢窮嘅時候真係呃人，會出賣朋友？嗰個為咗收咗22萬彩禮嘅女人，偷呃拐騙，平時係絕對做唔少嘅。唔係因為佢窮先去呃人，係因為佢一開始就已經冇底線。其實窮唔緊要，窮到冇底線只係問題。對方做人嘅底線決定你將來嘅命運。第5招，貧是其所不取，即係冇錢嗰陣，佢哋會唔會去攞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嘢？正所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如果經常揾着數嘅人，自私2個字呢已經係死喺基因入邊，係個人嘅底色，同有冇錢係一啲關係都冇嘅。如果佢連2隻雞蛋都貪嘅，呢種人呢絕對唔可以共患難，因為有問題嘅時候，第一個出賣嘅絕對係你。講到呢一度呢，你可能會問，你點解唔睇功勞啊？黎偉業嘅功勞呢，就係早期嘅投資回報準時到賬。感情騙子呢嘅功勞呢，就係呢噓寒問暖，係咪送禮物？殺豬盤嘅功勞呢，第一次嘅投資呢，絕對俾你賺到。呢啲咪功勞咯？其實全部都係劇本嚟嘅。正所謂輸錢家人贏錢起，全部都係為咗你降低你嘅戒心，投入得更加多。功勞係過往嘅，甚至係演技。人性嘅本質先係將來。一個人呢，卸咗妝之後係咩樣，先係佢嘅本性。佢有錢嘅時候，身邊嘅人可以睇得出佢嘅品格。佢有錢嘅時候，使錢嘅方式係佢嘅格局。佢有權嘅時候，提攜嘅人係佢嘅野心。佢窮嘅時候，守住嘅底線係人品。佢冇錢嘅時候，去守住嘅係佢嘅人格。呢5樣嘢加埋起身，就係一個人卸咗妝之後嘅真實面目。你呢一刻見過你身邊嘅人卸咗妝係乜嘢樣？係豬扒定係女神呢？點樣先可以將李克5種嘅招式用喺你今日嘅生活做呢？3個場景同埋俾3把尺你。場景1，揾 partner，唔好只係睇排獎，更加唔好只係睇回報率有幾高。你要問下自己，亦都稱下佢身邊嘅人係咩嘢人？究竟你呢一刻係做獵人定係獵物呢？佢有錢嗰陣係點使錢嘅？係幫助身邊嘅人，淨係提升自己，定係用嚟做排場製造光環嘅？呢3個問題比任何光環同埋牌面都真實，唔好睇表面。第2個場景，揀伴侶，唔好只係睇對方幾靚仔，有幾好條件，約會嗰時對你幾好，
其實呢啲係最低嘅投資成本。當前裝後兩個樣，最重要嘅係睇兩樣嘢，一定要係睇佢低谷嘅時候有冇底線，會唔會為咗利益同着數不擇手段。第三個場景，網上識人，所有嘅殺豬盤都係先建立感情嘅，記住一個定律就得噶啦。完美包裝咧，全部都係為咗釣魚，催你快啲決定嘅咧，就係為咗收網。如果對方噓寒問暖之後又帶你話賺錢嘅，你唔使問其他，你就係嗰條水魚嚟噶啦。因為我自己做婚戀行業嘅緣故啊，真係見到形形色色唔同嘅人。我見過大部分人揀人呢，女仔呢只係睇條件，有冇車，有幾多存款；男仔呢就會睇佢有冇化妝，靚唔靚女。但係最後分手同離婚嘅大部分都係只係睇表面嗰批，而表面真係最容易造假嘅。黎偉業呢俾你嘅感覺係成功人士，騙子俾你感覺呢就係佢好愛你，殺豬盤嘅感覺呢就係感覺你遇到真命天子。其實全部都係包裝，全部都係包裝嚟嘅。李克五官呢冇一樣嘢係睇外表嘅，佢叫你唔係唔好相信人，更加唔係唔相信感情，係你相信感情之外，仲要有一把尺去度下人。所以我哋去幫客戶嘅時候，絕對唔係立亂去撮合，係幫佢哋將把尺拉好，先了解人，再匹配關係。其實唔係睇對方幾有錢，更加應該在意嘅係對方係咩人。如果真係唔適合嘅，其實我哋就會過濾一次嘅，因為我覺得介紹錯咗一次，佢嘅代價真係付出唔單止係錢。魏文侯呢，最後呢就揀咗魏成。唔係因為魏成嘅功勞有幾多，係因為佢最清楚自己想做乜嘢一個人。歷史上咧，李克咧雖然冇提過名牌呢個詞，但佢嘅五官嘅核心邏輯咧就係底線先係一個人最高級嘅名牌。無論係揀朋友定係揀合夥人，定係揀你嘅身邊嘅另外一半，如果你唔肯喺識人上邊花時間，咁你最後嘅只會喺受傷上面花代價。因為呢個世界唔缺好人，缺嘅係你有冇一套揀人嘅系統。最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而家身邊嘅 partner 又好，伴侶又好，究竟佢係咪魏成呢？定係你而家先發現佢係黎偉業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同我分享下你嘅故事。覺得呢一集有幫到你嘅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我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太陽底下無仙事，睇透歷史就係睇透人生嘅劇本。我係子華，我哋下集見啦。